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。今日阿群妹唱一条歌曲，我相信大家都听错会唱咯。冇唔错，也就是喺台湾歌谣之父喺聽一獻、聽先生嘅歌曲當有名。韓國好，今年2018年一開始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一類當精彩嘅音樂會哦。佢已經盼嚟第12年按唱按久嘅時間，細細嘅嘅來分享喺今日節目地都邀請到嘅來賓。來分享喺桃園愛樂管弦樂團嘅團長，同時佢咪係喺台灣國際文化交流協會嘅執行長，來分享喺盧浩志盧先生，歡迎盧老師。身旁今日嘅主持人阿群妹，各位電視機頭前嘅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盧浩志盧小志，也蠻擔任桃園愛樂管弦樂團嘅團長，同時也係台灣國際文化協會嘅執行長。好，歡迎你盧老師來到節目當中吼，今日演唱到也聽一獻聽先生嘅歌曲，佢嘅歌曲當有名，當到歌曲大家聽錯都有聽過，比如講像四月望雨，係嘛？四是什麼？熹貴婦，什麼？月夜愁，望是什麼？望春風。啊，望春風。韓國雨是什麼？雨月花草，咿呀花呀，按到大家全部就按熟悉嘅歌曲。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紹介幾件盼嚟第12屆嘅也聽一獻嘅紀念音樂會哦。盧老師，你幾件盼呀音樂會盼嚟按長按久嘅時間呢？第12年咧，真係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做乜嘅人一開始會想要來舉辦一隻音樂會嗎？實在講是唔知也是咩年？哦，我從1992年，1992年是開始辦聽一獻嘅音樂會。哇！今年係全台灣啦，第100，歷史上第100，有紀念聽一獻嘅全部係參加過嘅音樂會。喺2002年嘅時間啦，我有機會到鍾秀珍先生鐘老叫我去日本，去參加一個日本啊紀念一位音樂家嘅音樂會。一個音樂家老鄧玉賢、老聽一獻啊，唱咗時代，但是日本人紀念佢啊，當時已經係第60屆。哇！唱一隻時代嘅兩隻先生，日本人紀念佢60年呢。係60年。所以鐘老大家就親有感嘆，然後講哦，聽一獻第1屆是蠻開始啊，係你格格來開始，所以2003年啦開始第1屆，按個算起來啊，萬年今年2018年啦，是第12屆啦，係1992年開始算啦，是盼到26年咯，26年咧。真係要當久嘅時間，26年，按多年就來紀念也聽一獻先生嘅音樂會。係呀，當中呢26年地位啊，音樂會嘅有舉辦過18次，18次，同埋係紀念聽一獻。18擺地位演出嘅歌曲全部就係聽一獻先生嘅。哇！係呀，18擺地位，包含有2擺啊。像莫斯科的俄羅斯 Philharmonic Orchestra， 俄羅斯愛樂交響樂團啦，來到桃園一場，竹東以個人的位數啊，一場2場，哇，要包含下2場。哇，唔看吼，你聽一獻先生嘅音樂，做得來邀請世界幾位也都歌手音樂家來到台灣演出俾大家看，唔單止紀念嘅聽一獻先生咩老家嘅音樂，作為無窮樣變化嘅按樣嘅呈現，錯嘛？嘿，嗰首按優質嘅音樂會，聽講唔使錢哦，也係唔使錢嘅音樂會，錯嘛？大概是公益演出啦，唔使錢，盡量邀請大家鄉親啦，大家來共同來紀念啊，聽一獻，你客家之光，你台灣之光。真嘅，佢創作有差唔多有100人數嘅也歌謠，唔管係客家話嘅、河洛話嘅歌曲，其實全部都當到有當好聽。係韓國也免費嘅音樂會，上來愛去嚟拿票嗬，也雖然係免費，唔過愛去拿票，請盧老師同大家來紹介一下。人們開始從
中立嘅艺术馆啦，艺术馆，中立艺术馆，因为呢可以使大家做得来自由来售票售票入场。也下开始就做得了，韩国也演出嘅时间係乜嘅時間？1月13下晝2點。2點下晝2點，韓國喺下晝頭1點半就開始來入場了。故所大家愛細細格格來到呀中立藝術館去拿票去鎖票。韓國啲1月13號禮拜六下晝頭1點半就做得來入場了，2點開始哈。好，故所按有這個音樂會啊，剛剛一開始沒有講到，過去沒有邀請到當到外國嘅音樂家。藝術家來到台灣來唱歌嘅，故所好，也擺係唔係強用，沒有也國外嘅也到音樂團隊、演出團隊來到台灣。係，我也幾十年來啊，從嘅會同台灣嘅樂團，也合唱團啊，也係演唱家去國外演出啦，主要是去宣揚台灣嘅文化，台灣嘅軟實力，台灣嘅soft power。所以我有好多擺也是邀請國外歌手啊，大家來唱鄧雨賢。唔過我有一個問題哦，其他啲國外歌手來唱鄧雨賢先生嘅歌曲，鄧雨賢先生當到歌曲係好老翻呢？冇咁錯啊，記得學有發言。哇！故所也擺有邀請到哪個按到嘛個優秀嘅也到藝術家啦？也擺請到一位俄羅斯啊。俄羅斯俄羅斯嘅歌手，Valenia Nakanova，好，但名嘅太難念咧。第一位唱到波蘭咧，最有名嘅一個聲樂家，嚟唱河洛話唱。好，我有看到佢愛唱這個望春風，對，望春風。韓國一個是小河淌水，看起來係雲南嘅歌曲。冇咁錯。要唱要擺上海國際聲樂比賽第一名嘅高川先生，佢係中國人哈，唱起來唱月升鼓浪嶼，以前聽以前嘅時代啊，他自己記得，大家會唱只見到可能是，佢用中國話來唱，韓國係唔係還有一類是莊德坤，也是要中國嘅呀音樂家？佢係最有名嘅。聲樂高手啦，嗬，佢要嚟唱好多歌，哇！故所其實按到幾以來，韓國按到嘅音樂家，先生唔係用嘅來托嘅呀，用嘅來簽到一條按厲害嘅音樂家來唱歌。因為我從來會去國外交流嗬，所以我當然是會盼比如講日本嘅有名嘅演唱家，嗬，和啲台灣嘅音樂啊，當時兩個。唱落嚟台灣嘅西洋音樂啊，當時有兩個類型，你係當時日本時代嘛，比如講烏諾商業音樂學校，一個是廈門，尤其係鼓浪嶼柯朗斯，佢嘅高飛一到西洋音樂啊，傳到台灣，所以有兩方面是台灣音樂嘅基礎開始發揚嘅。類型啦，所以我兩片還是有請。唔過我吃得好，像安尼，因為鄧雨賢先生係台灣嘅歌謠，就是有種民謠的感覺，用呀台灣的民謠同呀西洋的這種聲樂的方式來做結合。老師，你去個地方按多年以來，你有知道做得蹦出用嘅某種嘅火花冇？係，一維他音樂啊，超有價值的音樂啊，不管你。用不同的形式啦，不同的形式，不同的唱法，佢永遠係按感動人啦。佢嘅旋律，聽語言嘅旋律 melody， 做嚟講唔係講清難簡單。大家一堂是啲要台灣嘅音樂，台灣咪，台灣嘅阿字，大家是堂都是了解，係應用。不管乜嘅歌詞，也係講乜嘅形式，用美聲唱法，也係講其他嘅唱腔，同樣做嚟感動人。要是等一些音樂偉大嘅地方。哇！真嘅，看藝術歌曲，唔單唱藝術，按多數歌曲做得傳唱研究。韓國其實我看下節目單啊，唱係望春風藝術歌曲，就唱咗3遍。因為不同的編曲。對。
不同的编曲，不同的编曲，同样的那个改编啦吼，为讲嘅编曲，因为你当时邓以前其实写旋律听听，对，哦，你要么用合唱团来唱，佮一听到老佢改编两谱、三谱、四谱来唱，哦，另外一个人还我做咧接书，哦，好像做咧接书，哦，也係精致的音乐，精致，啊，并不是低俗的民间哼唱的小调而已，啊。古时候，唔看你如好吃如欣赏，然后也听以前欣赏嘅音乐，好作为11年按从，其实还有喊卡久啦，按久按到嘅呀音乐会，今年要来同大家来见面咯。1月13號下晝頭2點開始，其實還有更多也聽以前音樂會嘅故事，還有如好吃欣賞嘅故事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進來。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一下紀念聽以前嘅音樂會嘅舉辦嘅第12屆吼。韓國也第12屆嘅紀念聽以前音樂會嘅舉辦嘅日期，就會到了就係第1月13號拜六下晝頭2點，韓國係50票嘅鼓手，大家愛夾夾去啦。中浪藝術館來拿票哦，是鎖票入場，第下晝頭1點半嘅時間就做得來。從了，剛好有問到呀，這個盧老師有同大家來分享到呀地圖嘅歌單。不過剛好阿群妹休息嘅時間啊，小可會看你一下，哇，有26首歌曲按倒數呢。嘿，聽以前很有名嘅歌《四野望雨》，聽我講到一定會唱啦哈。另外，因為廈門嘅歌手要不也有來，所以佢也會唱。聽以前寫《月深鼓浪嶼》，是聽到可能是，記得我聽到一條歌啊，廈門人啊，真感動，因為佢用鄧以前70年前，就是用所謂的廈門調啊，廈門調有廈門調特殊的音階哈，做 scale， 用呀來寫一首歌，所以廈門人聽到嚇一跳，嚇到真感動，因為70年前台灣。有一個音樂家做咧寫出安樣嘅歌，所以創亞數哈。對。但其他聽以前嘅歌以外，要不要唱青島客家歌？客家歌。你個發揚啲客家文化啦，貼咩解客家歌落去？發揚啲客家文化嗬，本大家嚟聽下客家歌。有，唱嘅18姑娘哦，一開始聽以前是寫日本歌，翻色萬祥的母師妹，翻色之娘哈。都沒有改青島版本，哈，最後你寫一位老師，又改下你客家嘅版本，哈，所以要把它唱你客家嘅版本，哈。18姑娘，也是聽我講嘅按簡單的歌，但是不同的版本，哈，新編歌也表示佢嘅美態，哈。錯，還有看到有這個葉日松老師同呂景明老師也都寫嘅歌曲，對不對？快樂的農家，客家歌，韓國還有這個阿濤哥的《風平浪靜》，風平浪靜也是歌曲。欣賞老師，你做嚟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也唔單唱有外國唱聲樂傳統嘅歌曲，沒有一條歌劇嘅歌曲，做嚟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你拍一按到嘅，你選歌係用嚟來選的冇？主要是大家，他做了感動人的歌啦，哈，所以除了聽以前以外呀，其他客家歌也係按樣上，我們大家來談是知道，永遠會記得你客家人有出一位為他聽以前，哦，跟大家都記得，哦，還其他歌曲，你外國人進來，我也愛考慮。除了聽以前以外，經典的歌，經典的嘿，比如要不然我要去唱杜蘭朵歌劇，杜蘭朵的那聖鬥門哈，這是試金石啊，你要唱不來，大家來互相交流一下，切磋一下人嘅版本，對不對？互相切磋啦哈，也為幾個家唱安咯，你台灣嘅也做得唱哈。大家用互相的進步啦，冇錯，也係其實東南地嘅機會吼，大家當屬是一條傳統嘅歌劇歌曲，像是這個歌劇魅影啊，要不要有？會不要波蘭的歌手來唱出來，
对不对？我说其實唔單止有外國嘅印度嘅音樂家、印度嘅演出者以外，其實咪有同到啲台灣菜地嘅有合唱嘅團隊哦。嘿，比如講像 T 嗱是就玉韻女聲合唱團，做得唱盧先生同大家來小嘅有隻合唱團冇？一擺演出嘅係桃園市內啊6個合唱團，合唱團千多啦，大概談到愛等一下，愛從等一前啦，大家是踴躍來報名哈。但是你時間有限啊，所以一擺6個合唱團。我3月初4啊，3月4號會辦第2擺嘅，第2擺第10米嘅音樂會，還會再個辦一擺，又有其他6個合唱團。因為大家所以唱啊，行嗌你唱，做唔得講，你做唔得唱，做唔得嗬，我唱等於先大家來，大家來，所以3月4號會再個辦一場，第2擺，哦，子欣有出來嘛？網友，還忙嗬，網友，下喺張本台同大家來分享。一擺有6個合唱團啊，同埋老外同埋有去過國外國啦，表演交流過，像個玉韻，第一個玉韻，23年咯，人家欣賞莊亞燦先生啊，有心，1992年啊，講啊第1擺從等於前嘅時間啦，其實圖小學生嘅合唱團啊，來唱新嘅客家人。新的客家人，咩係廿擺咩愛來演出嚟歌曲，中落下歌詞嘅新的客家人哈，所以一個合唱團也老外向我去過柬埔寨、越南、馬來西亞、日本，哇，咩去當多數在，當多數在唱客家歌，唱客家嘅歌曲，呢種交流嘅交流係也去講，本外國嘅啲客家鄉親啊。本大家聽到啊，台灣來，嘿，個聲音。除咗有也去過當到國家表演的這個玉韻女聲合唱團以外，還有羅杰海合唱團，也係哪搭位來嘅也合唱團？鍾老師，羅杰海。鍾老師有2條海，羅杰海、新界海，也當然是帶羅杰海一搭位，沙期嘅力量啊，一個團啊冇去叫咩千叫嘅團，但是老師用美聲唱法，老記得嘅和聲啦嗬，練到千強，千值得鼓勵啦，千值得鼓勵。我知道呀哈，雖然過去我係些時節有當到嗰種沙期地方嘅合唱團開始來成立，不過下後就會有下迷上嘅嗰種心態來呈現。我知道迷上嘅呈現，真因為本歌曲有不一樣的層次的感覺，就用喺歌上唱出來，不過佢會給人家有非常有立體感的感覺，對不對？咁所以也係美聲嘅唱法，這個羅杰海合唱團，還有下來是純青合唱團。純青合唱團也係做中樂，也是合唱團也長久嘅歷史，佢都不單單去日本啦，去美國、歐洲啊，同埋有去唱，千好嘅合唱團。沒有去過很多所在，韓國下來係美聲合唱團。美聲是做龍潭嘅，全部就係桃園合唱團，也好多年咧，一直以來是做龍潭啊。特別是有唱啊，青島嘅法通啦，唱聽以前啦，唱客家歌啦，還佢也有去中國交流，也經驗，也為老外向我去日本啦。哇！表演，故所係經驗當豐富嘅，也就美聲合唱團。接下來是我們的錄音合唱團。錄音做桃園嘅盧祖，一個合唱團人數唔係千多，但是大家是挺認真啦，嗰個欣賞從一位請學生嘅去教舞卡，加強練習嗬，懂認真，對，韓國這個皮糖之聲合唱團，哦呀，看到呀皮糖主題，聽說咩係桃園嘅哦，龍潭嘅嗬，龍潭嘅千多，一個合唱團千多團員係中山科學院啦，核能研究所啦，所以裏邊要有博士啦、碩士啦，大家愛唱歌啊，用下這個公餘的時間來練習，要唱到清楚，要唱到清楚。
哇，老师，你还知道你先那样的菜贴合唱团啊，真正系动菜贴呢，全部就系投演 T 起投演呀一大杯嘅合唱团。哦，专门该为 T P 吃到讲爱先菜贴，真正系按菜贴，缩小范围在桃园要到所在。也是因为天意县，伊迄桃园菜贴呢，菜贴呢，伊桃园带到3岁，伊是搬来台北，先带出万华，再个搬去大稻埕，但是佢坐副卡，一直咧讲客，一直讲客，客话无挑剔，我唔记得，所以因为桃园啦，应该是当年的经验一个。听一贤邓老师吼，很跟我们南腔案的哦。虽然吼卢老师是我们的桃园爱乐管弦乐团的团长，不过亚白的演出喽，不是整个管弦乐的编制哦，反而很单纯，走一个很纯粹、懂腔里的路线，腔有钢琴来伴奏而已。亚白通常用钢琴。这么单一选择一个钢琴的呈现。钢琴是最完美的乐器，和声啦哈，钢琴的和声啦，其他乐器比唔上，所以你可以用高雄乐团来，当然也做得啦哈，当然也做得，不过个编曲也得哈，清太工商，还讲到亚尾，我有一点感想，听以前的歌，要么大家有唱的呀，50数左右的啦哈。但是青岛很忙编到合唱的曲、合唱曲啊，冇啦，所以也是太高上忙大编为说，要把他的独唱曲啊改编青后堂的合唱曲，目前还冇啦。我想咩係因為啊，你台灣的歌謠啊，用呀鋼琴按樣的呈現，咩做得呈現出它最純粹的樣子，對不對？再搭上這個合唱團，加到嘅歌唱技術按強，合唱迷上按好聽，按你當中的呈現呀音樂劇情優美的素材，而且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同大家來小結聽以前的音樂會哦。觀眾朋友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趙英群阿群妹。今日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第12屆嘅聽以前紀念音樂會，我哋啊1月13號下晝頭2點開始了，韓國也係免費入場，不過大家要先去拿票嘅啲啊中lan藝術館，一下開始大家就做得去拿票嘅咯。韓國好有關呀聽以前音樂會嘅主辦人，我哋嘅盧浩慈盧老師，今日要來到我哋節目當中，要想來問一下盧老師，你有冇想到講一開始會來舉辦呀聽以前的音樂會，算來唔同聽以前聽欣賞，有乜嘅即係緣分的起源係用嚟來開始嘅？要所以講到我一胎啦嗬，我一胎完嘅就4胎啦嗬，我6歲以前啦，我帶出山東女灣。內灣哦，要問青老園，要問內灣老以前查青島哦，查青島，做內灣尖沙也對啊，同埋清修寺，也係我6歲以前的故鄉哦。6歲以後啊，我搬到竹東，我高中才上來台北，所以我的鄉愁啦，我的故鄉，飛鳳山啦，遊樓溪啦，頭前溪啦，竹東內灣這一帶。這是我的鄉愁的地方啊。鄧以前其實1940年啦，搬到轉去蔣林，在嗰位待4年，1940年6月11號，離開人間，4年的時間做蔣林。我讀小學嘅時間啦，我的音樂的啟蒙老師係鄧以前的學生咧。哇！所以我唔知幾時啦。糖豆也都過，我唔記得咧，唔好講幾歲。幾年級的時候聽到暗啲，我老師也講過鄧以前，幾年級的時候我也唔記得。不過我細我親好音樂，到尾我入社會啊，我是經常我愛好音樂，我細時間唔靠冇錢，冇按嘅環境啦，所以我有辦法的時間我是組小朋友嘅管弦樂團哈，人工這個
这个议员少年梦。不过我知道，亚航嘅人啊，愛學音樂，當到就從動細就開始誒。不過即係我剛剛按你講，你閒些時間係完全冇接受亞音樂正經嘅音樂教育。係，不過我親好音樂啦，嗬，不過冇機會去學啦。正經去學，所以有機會我是盡量來做嗬。很多特別讀高中讀大學，嗰陣時代都沒有這個編舞名單啦，嗬。舞名單，乜嘅舞名單？我是參加一個嗬，救政治犯的啦，嗬，反對專制的，用時嘅政治嘅背景。當時我哋同班我哋大家朋友啊，大家做個唱做個唱乜嘅？望春風，講也係你台灣的國歌，有愛感情啦，哈，這才是我們台灣的國歌。你聽蔡天音哦，係啦，這才是我們台灣的國歌，有愛嘅一個認同啦，哈，認同。所以以後我轉到陶研院，啊，當時陶研院，轉到龍潭，哦，接觸周真先生鐘洛，也可以講一直追隨他啦，哈。總絡佢也有一個願望啊，去好好來發揚鄧雨賢，本大家來啲，所以佢替鄧雨賢做田野調查，下個故事啊，出單行本，寫一本小說，根據他的故事哈，把它變成小說啦，哈，還要判佢啊音樂會種，佢也有咁嘅希望，所以。我還是好啊，老師，我承諾你啊，還是一年來判啦，吼，是按樣。哦。所以到拜東嘅總路要來談，要來向我來投票，當然也今年佢冇出來談啦，吼，因為按落嘅，吼，演藝公也談冇，吼，他一直有參加到第10屆吧，那就不能再來參加，吼，所以今年佢們啦，孝子，今年要判冇？那當然講好啊，判。有壓力啊！有壓力啊！唔敢講，老師話唔可以判。所以我這個鄉愁啦，吼，加上一個對台灣本土文化運動的一個認同，哦，對中落的一個追隨、感情、承諾啦，吼，所以我就當然來判鄧雨賢啦，吼，當然呀。擔任呀台灣國際文化協會啊，一個工作啊，目的是做向世界上來宣傳你台灣的文化。所以我嗰一帶團出去國外啊，當時我是講古人的音樂，冇才嘅人寫音樂，我哋唱鄧雨賢。很有才嘅音樂家，我就是盡量唱蕭泰然。我發現咧，蕭泰然也冇才咧，所以也擺出國吼。全部唱古人的音樂啦，唱鄧雨賢唱蕭泰然，哦，按樣來啦，所以當然判鄧雨賢哦，一個感情，一個使命啦，老師，你剛剛有講到吼，前面沒有講到，其實你帶動到你台灣菜地嘅團體去到國外，去到很多個國家來做音樂嘅交流，做嚟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要去到哪個國家，其實就對啊你台灣嘅音樂特別有感情，特別有感動嘅冇？好。去外國唱客家歌，外國的客家鄉情啦，同埋會真感動，吼，應講啊，他鄉遇這個遇故知，談到家鄉的音樂啦，兩眼就淚汪汪嘛，吼，喊唱鄧雨賢的歌啊，許多那位大家是感覺真好聽，尤其喺日本，因為當時鄧雨賢下歌的時間，台灣喺日本時代嘛，所以日本人。望春風啊，雨夜花，佢同埋有彈歌，同埋有彈歌，啊，大部分很多人也會唱啦，所以啊，對鄧雨賢啊，就還有啊，還有甘肅啦，甘肅，他們咩廈門的人啊，從細咩彈望春風雨夜花，台灣較近，因為好樂歌嘅關係，所以廈門的人啊，一彈望春風哦，太家啲，一彈雨夜花太家啲。哦，所以記得前幾年我吐呀，月升鼓浪嶼過去啊，就會很感動。記得第100堂多，哦，原來70年前台灣是有人下亞述國嘅。
哦，韩国老师，唐讲你就啲今年去年2017年，你就已經攀嘅200場啲日本嘅交流費。嘿，日本交流費也係動態嘅數量誒，按多場。嘿，因為當年是固定啦，吼，當年是固定，4月初東京台辦嘅客家誒交流費，吼，和像救助過去老台灣歷史還有關係，吼，我是當年7月份有200，和北海道北海道。老台灣也親有關係，真嘅哦！你食的米啊，鳳梨米，喺北海道當時嘅介條老師學生嘅來台灣啊，來改良嘅啊，哦，也是和台灣的工業嘅基礎啊，當到喺日本，北海道嗰邊過來，因為當時日本佢開發北海道衰啦，其實繼續一堆人啊，又來台灣來開發。所以親有關係啦，是講安尼多門也有政治嘅關係吼，安尼歷史啊，冇去講也得，也是唔錯啦。凡是，不過鹽屋交流行係輕鬆嘅，輕鬆嘅係，所以我當年會去北海道吼，也第11屆咯，哇，第11屆咧，第11屆。唔但唱有呀台灣、日本嘅鹽屋交流，其實出啲安尼台灣。咩有東法嘅素材哦，就像啲台灣北部嘅鹽屋、客家鹽屋，咩做得帶到啲台灣南部來唱錯冇？所以我也要攀演南北客家情，所以本南部嘅客家鄉情，到北部客家鄉情啦，睇自家腔下來唱，腔下來。北部有乜嘅無腔樣嘅，南部有乜嘅無腔樣哦。唔過，也下ngày做啲唱盧老師同大家來分享下南北咧客家歌曲，客家歌曲有哪條無腔樣冇？當然各地方無腔樣啦，嗬。比如講南部最有名嘅半山謠，半山謠，美濃嘅，記到美濃因為開發嘅歷史當然有關係，北部嘅歌也是較慢，因為南部比北部啊較早開發，客家人來到南部比北部差唔多較早100年啦，嗬。所以客家嘅山歌嘅也冇買腔樣，嗬。所以兩片交流要親有意思，嗬。也今年是第5屆咯，第5屆南北客家情，係，還有咪有東部嘅。來報名，講南北，單單南北冇啦，係東部嘅客家人咯，有記得冇腔樣嘅歷史嗬，所以可能願意啦嗬，全台灣看樣板人嗬，客家人大家一家親啦嗬，南北一家親，東西啊也係一家親嗬，大家來交流。真嘅，我知道盧先生嘅唔但唱好，當初是喺台灣採鐵嘅音樂，喺台灣聽欣賞嘅音樂，咩當初是喺台灣客家音樂嘅交流，採鐵音樂，安樣嘅來同大家來分享，佢反而當到現時來規劃廿隻規則嘅法套，古時候也1月13號嘅音樂會，大家聽錯愛去欣賞哦，1月13號拜六下晝頭2點，大家聽錯愛去看。今日謝謝盧老師，什麼盧先生來到節目當中，謝謝老師，咩什麼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休息一下，等下聽運動先生，向下來聽同一下了。